向前同到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天晴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林永斌。Hello，今日要看精彩表演的哦，大礼拜拢期待的哦。唔错哈，今日传给卧虎藏龙之一哈。这是花莲，就是你的卧虎藏龙系列就对了。因为我老人讲，你乡亲同乐会吼，你拜会来到花莲，因为花莲替拜来嘛。替拜。嘿。我们的行政专线已经打到手提去打到消防局那边去了。你报名专线啊？用兵吼，请等一下。大礼拜呢可以开创时间，等一下听我也专创也传你，就去介绍评审欣赏哦。唔相信能各家来看也传你。各家来介绍评审欣赏，推翻客家天字谱重点优秀妹欣赏，花莲音乐家。唐平庸欣赏，汉语新传时刘丽君欣赏。我每一次开场完，我就很期待你这一份才艺耶，真嘅呢，真的。天师给挑选给观众朋友们很穷用，全部就会等下数看哦，永斌给这评审欣赏嘞，哦哟，等一下。今天不知道会吃螺丝吃到几颗，请等你一下啦，永斌，请等你一下啦，嘿啦，跟我来看第一组表演呢，大家讲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，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众赏鼓励，欢迎大家，请问
理事长来宾，理事长，嗨，理事长来请。欢迎秀峰姐姐，阿姊，讲的主节目啊，是啊，毛的哎呦，你姐姐呢？哎呀，帅哥呢哈，评审老师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老观众朋友们好一下。安尼啊，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住喺花莲县吉安乡哈，山歌发展协会的山歌班。哦，你係班長、理事長，理事長啦。哦，理事長，能一團吼，真厲害呢。通過能同巴西交流過，錯冇？錯。來球嘅事情啊。107年吼，巴西嘅客家鄉親都因咧花蓮咧帶來訪問，啊個瓊亞合唱山歌，啊個108年3月份，啊桃園市嘅太原沙區嘅客家鄉親。要咩來老太家交流，太家交流，嘿，親好，交換學生一樣呢。哦，衝山歌老師會教啦，嘿，你蠻認真啊，蠻有興趣啊，從蠻好衝啊。哦，真好衝過啦，嘿，先生一天會教到懂吼，莫做音樂無，大家都第一衝乜嘅歌嘅。真嘅哦。先生，我冇做音樂噃。係哦，一下就第一衝乜嘅歌。一下都第一衝乜嘅歌。佢一個麥克皮用都懂好咧。皮用真好。用咪練習平常啊？平常係啊，平常都逐禮拜5吼。多嘅活動中心嘅同大家嘅練習。9點到11點係咪？係。歡迎大家來報名哈。係啊。但禮拜5哦，早上頭9點到11點。係。發通中心。希望大家吼，多嗌吉安鄉吼山歌協會發展，山歌班來學習吧。嗌先生哦，搞到我真好啦。先生有獎了。有看到笑容可掬啊！冇本日就看到，本日看到本怪嘢啊，都冇嘅啊，唔會啦，冇見到本日就啲。先生見啲家人嘅冇。佢聽呢樣講錢嚇。聽講嘢，呢條真好講嘅啊。唔係好講嘅，佢看下是咁樣有好成績，冇樣有好心情講。好啦，現在有請到那個龐先生，來講一下。嘿，大家交流一下哈。花蓮哈，我哋花蓮河山河水，睇到大家從過哈，我哋心裡就挺歡喜啦。啊，剛才你們的表現太棒了啊！我看到男女啊，我們的大哥大姐分開來對唱的方式，把我們客家山歌的這個生活啊，整個描述得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這個。非常的完美哈！希望大家呢，啊，祝大家身體健康啊，身體健康，什麼都謝謝。而且主要重點就係身體要健康。係啦，哦，因為啲三個都係身體健康。係啊，真唔會見傷，見傷嘅壞事嘅。你經常講你錯錯經常我上快事。當有時 TV 有看到你啊。係啊，我經常嚟。點啊？TV 看到人頭啊細個誒，你經常啊順嘅呢。哦，咁啊你做當歡喜。你做順嘅啦。你做順嘅啊？係。有扯散啊！你給我按太長誒。慘夠。好啦，我太大公司啦。跟時代下咱講。哎呦，你還真的有興趣，看本書啦。好啦，接下來看你那個三位評審先生哈，有辦法幫你那個花蓮合唱團哈，有辦法同歌嘛？為汪洋為我作神啊！你們是一對的，對不對？對。你願意嗎？願意。好。有辦法同歌嘛？來，請給分。哎呀，謝謝，好說。理事長。理事長哦，代表兩種哦。咁樣表現到動真。
伊真的。有机会下之间啊，嘿啊好冇？嘿啊好哦，咁今咯，我哋就嚟看下一組嘅表演嚟咯，衝下來。哎，孤獨孤獨真孤獨，耕田人就過天國，釣蛤蟆就鹽在角，牽豬歌嘛就兩條索，做生工盤牛角，哈哈，我唔係嘛啥，我係特啥係我阿土哥就係我啦。我吼一生做耕田人，我哋下來唱條耕田人嘅歌。我就係快樂嘅老是嘅耕田人，七做八做出門打拼，雖然辛苦也快樂。阿哥來耕田，阿妹摘茶人。下個山歌滿山光，電台樹線綠融融，牆山綠水天然風光，歡迎來錯了耕田人呢，爺爺，我來講一個故事俾你聽，當初。清早時節有一隻人按到望真姑，望真姑呢家爸家妹清早就過身體嚟，其實一切就到49歲張托伴娘，天一年家伴娘就叫我送生嘅，呢兩隻送生嘅就係來老人得知呢，就真歡喜，當日笑眯眯嘅，安樣。3萬存錢，上市上鳥就來，學到了兩隻小人嘅胎，一下15年，佢就帶了大家去讀書，大家去讀書嘛13萬，世界呢就去學習主嘅，又過個10年，兩個老人家就70歲咯，一生勞碌，心無好。水無好，雪落先節，風燭殘年。該兩個送生嘅呢，就看個老人家又老又平，就看見又愛負擔，年30安步，來食團圓飯，食完團圓飯呢，該大家就放起來，搖頭擺腦，其實這個樣。我嘅鼻頭尖尖，咩盤圓圓，我那麼按3萬來下對聯，那有一家團圓有錢來過年，個世界呢ทั้ง多火就起嚟，門快就匆匆就飆下去，就太太上就飲，我嘅豬肚尖尖，豬籠圓圓，我那麼按3萬飼豬飼牛。那有豬腳牛好來過年，該隔壁阿伯就行嚟入來，兩個來就夾放起來。阿伯你來看我，兩啥馬啥嘅公路較大，該阿伯就講，你兩啥講嘅，我隔壁就聽到咯，我等下我將講一出俾你聽，佢就講，腳頭尖尖。骨路人人，那麼佢兩路，面朝黃土，背朝天，乃做得容易兩殺，在世上來過年。呢兩個來呢，就面逢自殺，其實阿娘真唔敢看個兩個老人家唔係，那個故就講到兩位新聞大家。送上鼓勵本人阿兔伯，你好，阿兔伯你好，兩個主持人大家好，你好，阿兔伯來到一片，讓一條棚頭，大家聽到嗬，超歡喜呢，有冇？有歡喜冇？有嗎？有歡喜就大家同嚟拍手，加油！我今年
85岁的啦。 85岁哦。哦，请到他，安尼淑妹先生，85岁安用来讲了。 85岁巴中上摩肉师傅，哎呀，讲客家话，客家讲句又讲诶，无好建托诶。嘿喏，对咧，吼，要下来感谢安尼啊，土伯啊，吼，然后安尼客家句啊，俩句都讲到按神气。所以平常诶神法伫要下来多请阿伯啊，老身体保重好，85岁听听，人生70章开始，句继续讲下去，我同好听伊讲句。哦，谢谢谢掌声鼓励，啊，讲到以后，啊用就夹夹来看，那个评审先生吼，有办法本阿兔伯做得过关冇？那是金给灯。来，哎，恭喜啊，阿兔爸！谢谢，先生，阿伯85岁呢，啊，听下夹着的哦。来，阿兔伯。 什么阿兔爸？阿兔爸，表演都按精彩吼，刚个人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，好吗？哦，来咯。掌声鼓励！哇，唱在你下个吧，太可爱了吧！哦，那些道具都是谁做的啊？有些人帮忙做，有些人帮忙做。但你的胡子贴在那边，你可以呼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还有没有贴在鼻子里面？那你那个双眼皮怎么贴那么高，贴到眉毛那边去了？那个是什么？他那不是双眼皮啦。哦，那是眉毛。哦，你的眉毛有点垂下来了。啊，你笑那么大声啊！你这边是故意画？没有那个奸诈的胡子。哦，奸诈的，是不是？奸诈的才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意思是说他本来就不奸诈，他只是画出来的。哇，这边特别漂亮哎。你是谁？皇后。那你的王子在哪里？没有皇。啊，那就是。这是国王。他吧？是啊，你们是一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好好。Just you do. Yes. Yes. 那就恭喜你们啦。你会做哪吗？哎呀，
啊，哎呀，这个是两位主持人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太敢问候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詹勋平哈，我是我们这些带队的家长。这边都是国小、幼稚园吧？对。哦，因为1到6年级。1到6年级哦。2年级哦。你们都2年级啊？哦。你们都同班吗？哦，你看，像现在的状况就来了，像有一些呢都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小孩，那在训练当中呢，你们是怎么想办法去克服，然后让他们专注？因为这个年龄有的差距太大，所以老师在编排这些课程上面会比较费心思。真的。但是好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有年纪比较长的学长学姐，他可以带他们。像这位大姐姐就可以带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学的会比较快。皇后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？喜欢。好，阿勇就来谈看那个评审欣赏，我帮你讲哈。墙头来 V 啊。刘先生，今日看下小朋友表演呀，由西洋歌曲来改编的客家歌谣哈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啦哈。你以前的客家小朋友啊哈，大概表演都係白公白婆，冇就係冇就係萬一公公小菜郎，你係要用新嘅歌嘅。來改變嘅客家話來表演啊，感覺以後尤其係嗰啲唱歌嘅歌聲啊，實在是很好聽哦。真的，從呢個5位數嗰種嘅要歌聲嘅嗰種嘅錄音腔啊，我感覺佢表現到當好。沈夢先生。客西合併相當成功啊！可以哦。好，那就來看分數咯。來看3位評審欣賞有辦法一致通過嗎？來，請給分。嘿，哇！好玩。沈夢先生，來，國王跟皇后一起好不好？皇後。哇，你们大家都很棒，大家都很棒。对呀，你们都好厉害哦，你们要继续加油哦。好，乡亲朋友按等一下个哈，所以有菜鸟，加打电话来报名哈。唔错哈，啊，基本哈，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天的队员长，电视剧投钱给观众朋友的收看哦。乡亲同乐飞，开发来小飞，我们下次见喽。